第二批被日本當局拘捕嘅9個保釣成員同記者，星期四夜晚被日本海上保安廳由石垣島押送到沖繩那霸。最先被押落船嘅係曾經登陸釣魚島嘅船長楊康，之後係保釣船啟豐2號嘅船主羅堪就，兩人都高叫口號。佢哋同另外7個人，包括2個鳳凰衛視記者，都被鎖上手扣。部分人更加以外套蒙頭，佢哋全部都被送到當地嘅出入境管理局大樓通宵扣押。至於另外5個登上釣魚島嘅保釣人士，就仍然被關押喺那霸等4間警察署。日本共同社報道，日方已經決定唔會將14人移送檢察機關，今日會強制遣返各人。有消息話，呢14人將會喺今晚離開沖繩那霸機場，返回香港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